傳說喺浩瀚銀河嘅深處有3位星之使者，佢哋日夜穿梭星海，只係為咗點亮每一個孩子追逐夢想嘅光芒。不過，一場突如其來嘅意外令佢哋耗盡能量，最終化作流星墜落凡間。嗰一晚，流星劃破天際，有一班小朋友都見證咗呢個奇蹟時刻，而佢哋嘅故事亦由嗰一刻開始改寫。一場跨越星際嘅奇幻冒險即將啟航，星星夢飛翔，4月28日約定你，元朗劇院演藝廳隆重公演。